我一直不是很相信关于我奶奶家住着一群小矮人的传说。你知道吗？奶奶的家里有很多小矮人。你不要不相信奶奶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有。在奶奶去世后，她将房子留给了我。以后你就是房子的主人了。对了，他们不会伤害你，不用害怕。我知道，奶奶根本就是在骗我。如果真的有小矮人的话，那你们怎么给我交点房租啊？